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。路加福音第19章28节到40节。路加福音19章28节，讲这话了后，耶稣行做前上耶路撒冷。伊得要到迦拿山山骹的伯法其甲伯大尼的时，找2个门徒，吩咐因讲：恁去对面的庄舍，入去的时会看到一只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囝伏伫遐，恁甲伊偷开，牵来遮。若有人问恁是安怎得偷驴仔囝，恁就讲主要用伊。因就去所拄到的代志，逐项甲耶稣所讲的相款。因得偷迄只驴仔囝的时，主人问因讲：恁是安怎得偷即只驴仔囝？因应讲：主要用伊。因就牵迄只驴仔囝来耶稣遐，将家己的外衫铺伫驴仔顶，甲耶稣扶起去骑。耶稣骑驴仔囝进前行的时，众人将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，甲伊欢迎。耶稣得要到耶路撒冷，要落迦拿山的所在。规大阵的门徒因为看到一切奇妙的事，就拢欢喜，大声阿罗上帝，讲：奉主的名来的王应该受称赞。愿天顶有和平，荣光归乎至悬的上帝。众人中间有几个法利赛派的人，甲耶稣讲：老师，着责备你的门徒。耶稣应讲：我甲恁讲，因若点点，这石头嘛会大声发出来。默想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讲到，錫安的居民啊，着欢喜快乐；耶路撒冷的人民啊，着欢呼。看恁的君王来啊！伊得胜凯旋入城，煞谦卑骑一只驴仔。骑一只驴仔的这款画面，是旧约预言迄位君王要来。当要到耶路撒冷的时，众门徒喊话阿罗，是因为所看到奇迹。毋过，这甲耶稣所期待的是无同。耶稣毋望人毋若看到神迹奇事本身，是会当看到这个神迹奇事背后的上帝。都亲像10个麻风病人有9个看到这是神迹，敢若一个看到耶稣是上帝。彼得听耶稣的话，去到最深的所在拍网掠鱼，结果载满几只船转来。彼得看有这个神迹，跪落来讲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上帝也希望咱看有伊的心意。若是咱敢若追求神迹，这是舞毋着方向。神迹是爱咱搁较深的敬畏上帝，看有上帝的心意，就是受掠的得到透放，痴迷的看见，受压制的得到自由。福音是要互人的性命得救。想看觅，咱敢真正理解上帝的心意？咱甲上帝的距离，阁是偌远呢？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想象迄当时群众的喊话甲懊恼的景象，毋过知影迄时的你心内是孤单的，因为你得要行上耶路撒冷，为阮来牺牲性命，施行救阮来拯救阮。主啊，帮助阮透过敬拜，
读经甲灵修，互阮搁较亲近你的心，互阮看见你所看见的，听你所听的，怨恨你所怨恨的。求你互阮成做一个真实跟对你的门徒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